会跳舞。大家好，我是张雅纯，我是唱歌甲弹乐琴。大家好，我是默默，我弹钢琴。我是文和，我是歌手。我创作的主题，我拢是写台语歌而且主题拢是我家己旅行还是生活的感想，甲我看到的故事。因为其实我家己写歌是写足慢的我是有时阵拄到一个人看到一寡故事我会想足久的，才会变成一首歌安尼。一开始是因为我厝内人是讲台语，读册是台语，毋是讲介好但是我嘛真爱唱歌。当我唱华语歌，我都唱起来拢怪怪我也是唱台语歌较对安尼所以了后出来想讲来写歌看卖安尼，佮家己讲爱写台语歌而且嘛是去学佮较侪台语的物件。上后一首是较抒情就是新庄，我就是家己住伫咧新庄啦新庄是一个足有历史的城市安尼，只是这几年无啥物人咧管理无甲迄个古早的物件留落来安尼，所以想讲这个新庄的水较好想要家己写歌来互大家知安尼。伊唱歌就是拢伊的故事甲伊想要讲的感情拢伫个歌词内底，所以编起来拢就有感情安尼。就是讲因为我会使甲因合作是感觉足快乐，因为我家己拢是家己写歌，家己表演较济但是若是有某某甲文和家己斗阵会使有无同款的火花安尼即届来就是讲，甲咱即个火花带伫即个台语大家嘛足感谢讲即届来会使甲偌旧的歌甲较新的歌拢唱互大家听安尼。海美61号赞。